院今日三读通过停止台公务人员年金的修正案，和退休公务人员的所得替代率，但年停止减少，等到2023年。检警发现，家人乱乱的众生公司涉嫌偷排废油，害家人遭受到污染，落被负责人等5个人声压禁见核准。拜六礼拜冷气团热南，一寡所在会达到10度。气象署也提醒讲，这大陆冷气团是入冬了后上界寒一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4月12日新闻，我是嘉豪。这家人11月底呢发生水道水污染事件，影响到家人10指地区超过15万户的用水。检警经过2礼拜追查，发现家人乱的众生公司涉嫌非法偷排废油，害家人遭受到污染。车站派人去敲，把这洗油的负责人等7个人带回来问话，落被负责人等5个人是声压禁见核准。家人市长谢国良也讲，若准因是这水污染的凶手，上当天后罚到2000万。查扣油罐车油槽，家人检警敲找暖区众生公司的真侪个地点，现场救封锁线，佮查扣小坡啊等证物。因为家人和11月27发生自来水油污染的事件，影响到家人含10指超过15万户的用水。检警经过2礼拜的调查了后，发动搜索，佮甲洗油的负责人等7个人带登去讯问。后续了对洗油的等5个人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2个是4万和5万交保，剩下的5个嘛，互法院裁定声押准啊。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48条，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并禁见。来看这事件发生了后，嘉义市政府乌大牌采样，佮先后查到政风称图，形成动力违法污染，分别通罚60万和100万。这摆红锁定的众生，虽然是合法登记的事业废弃物处理业者，本来应该把收到的废油送到桃园观音回收佮利用，而是为了省钱，直接偷排去关湾路102项的店内大排，结果路去家人后造成大污染。家人户开户会当提水，市民拍开水道头洗杯啊，洗出来自来水无够有油味，水质开户正常了，市民嘛较安心。这直接用上来是比较好，没有什么味道，拢无什么味啊。即卖是拢无啊啦，因为我冇叫人来洗塔。叫人洗塔，都迄几个真的没办法，大家都唔敢用啊。查环境部的列管污染采取资讯，发现众生伫10年来有600个废弃物清理法、水污染等等的开发的记录。内面2017年因为作业的疏失，造成废物漏出去，污染家人户罚5万5。最后证明是元凶的话，那基隆市政府作为水污染防治法的这个主管机关绝不宽待。基隆市政府在我们基隆市境内有这样一间累犯，对于环境污染累犯的工厂，我们还要继续让它营业吗？市长谢国良强调讲，若正是众生，就是造成污染的凶手，会考虑照水污染防治法罚因上悬2000万。民进党市议员是希望讲，除了党法，市府嘛应该和中央来讨论，看安怎加强家人水质的安全，卖互居民的生活受到这大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食药署今日公布上届新的稽查结果，增加2项进口化妆品验出禁用色素苏丹四号。国产化妆品的部分是增加16项产品，目前已经有39项有问题产品爱落架，其中也包含美国的大品牌。就是这款由韩国制造进口的爱多美凝萃护本保养棒，和食药署甲卫生局伫市面抽验发现含有禁用的色素苏丹4号，已经要求业者全面回收，卖硬卖也是电视，就已经回收封存1208支。由韩国制造且仍在国内流通的爱多美凝萃抚纹万用棒，经食药署国家实验室检出禁用色素苏丹4号，涉违反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第6条。那已要求问题产品全面下架。食药署12日公布上新化妆品苏丹红稽查结果，新增2项进口化妆品违规，除了韩国製愛多美凝萃護本保養棒、美國製 NARS 羅根護活超靈修護霜，事業者自主檢出蘇丹4號已經主動回收。國產化妝品部分是新增加16項違規產品，包含良興生化公司的轉陽玉露、護活安眠、結活玉靈精粹這產品。參與美效公司的生態護髮精油，也有愛必心公司的愛必心 BB 基因動力膜這產品。比如说它是一个很稳定的物质，它这个脂溶性啊，它又便宜，是工业用的原料，所以我想还是经济行为，可能为了成本考量。
学者建议苏丹红问题应该对源头严格来监管，并且建立完整的溯源机制，督促工业用的乳食原料、落入食品甲化妆品供应链。也来总结到，即阵已经有16间国内外化妆品业者39项产品受到影响。另外，进前问题原料来自新加坡，是表示社公文和当地主管机关已经得到回复，证实苏丹4号伫当地相关时禁用的色素。新加坡政府已经启动相关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进前提出助理费度罪化修法，引起下党派立委助理反弹。今日有超过这50位的国会助理伫咧立法院门口抗议，这助理工会也甲这陈玉珍协商，针对着工会助理的薪水也个年尾奖金，依持目前现有的制度。不过陈玉珍讲袂撤案，也讲要来整合助理工会所提出来的修法版本。超过50位国会助理在记伫立法院门口牛步条抗议，要求提出助理费度罪法定修法的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应该撤案，确保助理的工作权甲薪水。陈玉珍伫咧现场讲，伊的提案可能无够周全，当场被呛声。那今天我在提案的过程中，我承认也许是不够周延，各个委员也没有仔细的。好的事情，每个人都要努力处理。先发助理，然后来收割。事先无参加撤案联署的民众党团副总调张启凯也到现场声援，引起现场助理不满。即便有跨党派要甲300位助理签名联署撤案，团讲国民党要查有多一寡哪位的助理有签，总调不分期否认。国会殿堂是一个最民主的一个地方，各种声音都应该予以尊重。啊，查水表的事情是千万不能做的事。各位心中的酸甜苦辣，我们都曾经走过这条路。不管最近工作压力太大，立法院长韩国瑜也到协商会场关心，不过助理因无接受。陈玉珍甲助理工会协商点外钟了，达成3点共识，包括工会助理的薪水一个奖金的给付按照现有制度。陈玉珍也答应用修正动议的方式整合助理工会修法版本，也就是未撤案。有一寡助理无法度接受，讲到一半就离开。我们也认为撤案是一个好的选项，那当然委员他有委员的顾虑。我相信我们助理还是有很多同仁希望撤案，能不能把问题解决？我想这个是一个问题。这么助理工会立场分做2派，陈玉珍态度正坚定，强调所落来会听助理的声音，努力伫咧这个会期推出相关的修法。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时代》杂志11公布2025年年度访问人物，有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也有超美执行长苏姿丰等人，这代表讲 AI 正在改变规个世界。时代杂志11公布2张封面的相片，重点放伫2025年年度上出名的人物，就是这人工智慧设计师。内面一张封面是向1932年的经典相片来致敬，都是超管大楼顶的中岛长，甲更挑顶悬的工人。换作被 AI 领域重量级的执行长，包括 Meta 的塞克伯格、超美的苏姿丰、特斯拉的马斯克、辉达的黄仁勋、OpenAI 的奥特曼等等。伫另外一张封面是显示位在英国，即马当地建构的 AI 2样的大楼。We really looked at these folks who have imagined, who have designed and built this technology and are driving us forward. 总编辑贾可布讲，2025年是人工智慧占领全面爆发的一年，互人类是哪恶恼搁哪烦恼。这打造 AI 的杀手，毋但是大企业的领袖，嘛包括真侪研究人员，对全球政治、经济和生活全面的影响，真正是真大。这个特刊的封面故事，点样回答伫生产晶片市场比别人拢较厉害，持续互大家来销 AI。执行长黄仁勋已经毋单干那是一个企业领袖，搁变作影响国家科技战略和地影响力的重要人物。黄仁勋伫专访内面嘛讲，人工智慧已经变作现代社会内面上重要的技术，所有产业、企业和国家拢必须要了解伊、使用伊、建设伊。A decade from now, I hope that people look at this cover and the accompanying journalism and see that we were trying to grapple with the awesome power of the thing that is AI. Looking at all parts of it, looking at the players that are driving it forward, and even though I have a feeling it might be outdated in 10 years, it'll still be a great
marker of history, which is often what Person of the Year aims to be. 方面的故事嘛，讲到 AI 发展的黑暗面，亲像美国16岁青少年和 ChatGPT 对话了后去自杀的事件。家长指控讲，这对话的内容造成囡仔心理受创，引起甲提高，引发社会关注 AI 安全和责任的问题。这是《时代》杂志对1982年选出个人电脑和1988年选出面对重大危险的地球以来，搁一摆甲年度出名人物的头衔颁予不是单一个人的对象。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加上拜六礼拜冷气团热南，一寡所在温度可能达到10度，体感温度剩7度尔尔。这气象署也提醒大家，这大陆冷气团是入冬了后上介寒一届。入冬以来，上寒冷气团到位，拜六下晡会开始影响台湾。气象署提醒，到时全台大降温，普遍气温在14度至16度。礼拜拜一搁较冷，受到辐射冷却效应影响，天光温度可能无到10度，体感温度嘛，敢若剩7度。然后要比较明显留意的就是在周六，就明天的下半天之后，其实在北部的气温就会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好，到了周日的清晨，可能在北部的一个低温大概就会落到14度左右的情形。那下一个可能比较偏低的一个时间点的话，就是在周一的清晨哦，在周一清晨也可能会有一些辐射冷却效应的出现，气温可能会低到大概10度左右的情形。气象署指出，这波冷气团会维持3天，到后礼拜2冷气团才会减弱，温度才会豆豆回升。也若雨水的部分，拜5、拜62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雨势明显，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情形。礼拜就会开始转做大冷的天气。最明显的降雨大概会是落在今明2天，在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一直到宜兰地区，整体来说雨势是会持续比较久的。而且也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而预估到了周日之后，整体的一个水汽是会逐渐的减少。另外，气象署也提醒，拜六暗时到拜天光，北部、宜兰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落雪或者是结冰的几率。提醒民众，若是想要去山顶看雪，爱注意路况。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高雄嘉仙台南的南西对昨暗到透早拢总有4个地动。气象署表示，讲嘉仙的地动是这菲律宾海板块和欧亚板块烧融造成的。那台南的地动呢，是1月之一大埔地动的地动尾，也提醒民众讲日后有关有地动尾爱特别注意。11暗时11点外，台南市南西区一间人家厝内底，外面内底原地平静的树啊，熊熊害一个，了后就开始摇啊。高雄市嘉仙11暗时10点49分开始，连续发生3届地动，上大规模4.7，上大的震度4级。到12透早4点24分，台南市南西区嘛发生规模4个地动，上大的震度伫台南是4级。这4届地动深度拢无到9公里，拢是极浅层的地动。南西民众年初才受到地动的影响，即嘛搁拄到地动，也是真惊吓。地动惊啊，拢吵到哔哔喘呢。我伫去南西菜街吼，地动一个，我来到这里，我地动我惊死。在今天的凌晨4点多的时候，又发生一次地震，也是震央是在我们南西正南西区，这一次也是被震醒，震央在南西，那个是上下摇，大家真的有一些老人就已经睡不安稳，又被吓醒了，他们都说真的脚都不自觉，就是要往外跑了这样。中央气象署表示，嘉仙地动是因为菲律宾海板块甲欧亚板块互相相吸造成的。那12透早南西的地动是属于年初大埔地动尾属地内底。那第2起地震的话，因为它的影响较大，所以我们有对嘉义县市跟台南市发国安级警报。可以看到正央这个附近这个地方，它受到向北雨墨的那个力量跟欧亚板块向东雨墨这个2股力量互相的拉扯，所以这个地方的地质条件是相当的复杂且脆弱的哦。气象署提醒，嘉仙地动的地动中心地质的条件较复杂、较脆弱，后续阁有应力的调整，也是有可能会发生规模较细的地动，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看宜兰苏澳进前做水灾，也让这苏澳溪分洪道的工程受到关注。行政院10日有派人去视察审计工程基本设计，会中国期通过，也请这水利署进行工程发包前置作业，并自2009年来完工。另外，县政府也针对马赛地区的饮水问题提出相关计划。行政院也答应讲会立即气候变迁河川改善计划。 到苏澳溪分洪道有定地视察，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10日现地来审计，视察了后到苏澳镇公所讨论，会中决议苏澳溪分洪道基本设计修正了通过，并且请水利署先进行工程发包的前置作业，要来并且2009年完工。 审议的结果就是最后是修正后通过。除了苏澳溪分洪道，行政院也到马赛地区视察，当地伫个饮水期间相关时在真正严重，民众厝内底拢浸水，内底拢是土山，家具歹去，只有拢稀塞。一个水杯，它用了15年了，它拢一挂头锅，拢无力叮当。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港口大排的这个堤把它加高，然后把这个河道加宽哦。第一个马赛地区下游汇集市区所有排水的港口大排拢无疏通，排水量不足是饮水的原因。县政府回应地方的诉求，提出新社区港口大排水环境改善的相关计划，也有河水下水道建设经费。我希望说，水安全治水、水环境、污水，所有的一套整体的把它来做处理哈。 行政院是讲，所有饮水问题，即摆中央的协助做一摆解决。县政府提出的相关治水经费计划，会纳入因应气候变迁、县市管河川甲排水整体改善计划来支援。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高雄这蚵仔寮渔港外海3海里到5海里的经济海域，月初才发现讲真侪商船违规趴定伫遐，造成渔民作业困难。即摆渔民是搁再指控讲，这个商船家人赶走了，随搁转来，而且本数乌白蛋、油桶、冷气、加速，抑搁遐个洗衫机，逐项拢有，害渔民的网仔拢破了了。 伊啊，看上船蛋的油漆桶啊，咧铁啊，咧乌白蛋啊。高雄主管渔民11来到蚵仔寮渔港外海掠鱼，不过网仔游起来是一堆粪扫，鱼也无掠到，网仔嘛加害了了。渔民讲，几多只外海商船趴伫遐唔走，唔那海紧放网仔，就爱闪来闪去，粪扫嘛好袂离。最近我就去捞到一台冷气啊，卡车嘛有啊，就船上用的煮的饭的东西坏掉的东西都往海里丢，这样。网仔一届收起拢爱万外啊，敢若早人讲你都爱几工，爱几千元啊，互我的万片损失的啊。渔民讲好起来粪扫，油桶、冷气、洗衫机，逐项有，网仔害去细空的补一届3-4千，较严重的都爱要几万的，因的损失要找谁讨？议员讲月初环境商船违规趴定有来赶，无2天就又过来趴伫遮，即摆个技术乱弹粪扫污染海洋，政府爱提出作为，袂当个无要无紧。为什么政府部门不严格加强去取缔、去做罚则问题呢？如果我们有加强取缔，我相信这些货船、渔船或者是外国籍的渔船，我相信他们都不敢去触犯到我们中华民国所有的规定的法律啊。已经超过3海里，应该会是海保署的全责。那我们这边会来请海巡署这边来协助我们至少要到那附近海域看一下，该取缔、该处罚的，我们就是要依规定办理。议员认为，商船趴定伫经济海域唔走，技术是为着要省入港趴船的费用。不过，若是连粪扫都凊彩弹落海，就收超过啊！毋望有关单位会当来到3天，保障渔民脱海权益。记者柯家祖、柯昭阳、高阳昌报道。来看嘉义阿里山的德富亚古道南边，最近有红外线翕相机翕到台湾乌鸫，而且佫徛起来伸镜头。这是当地3年来第5届翕到台湾乌鸫啊！离这古道上届仅干500公尺。学者是认为讲，我见国家这玉山国家公园本地就是乌鸫的生态地，林保需要咧提醒民众，当着鸫爱冷静，也爱守护生态。这只鸫用前脚掌一直拍镜头，会当看到伊胸杆头前有一个白色的威力型斑纹。10月18，嘉义县祖祖六人协会伫阿里山德富亚古道南边，用红外线翕相机翕到台湾乌鸫徛起来拍镜头，是3年来第5遍翕到。于特富野古道的南端拍到了黑熊的影像，那这也是近3年来第5度拍到台湾黑熊的影像。前4次呢，曾经距离特富野古道最近的距离仅有500公尺之近。
农业部2023年推展台湾乌鱼生态服务计划，鼓励部落社区进行乌鱼生态地顺化一个监测了。今年的5月12日就第一遍伫地府野古道南边翕到台湾乌鱼，而且伫古道只敢若500公尺。研究台湾乌鱼的学者黄美秀讲，地府野古道挖有3国家公园，本来就是乌鱼的生态地，镜头也多，才翕到，无算特别。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黑熊的潜在栖息地，它本来就有，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过往在预测分布这个地方是有的，那人造卫星追踪熊也是会跑到这边，所以我们可能要稍微慢慢习惯，就是栖息地保护好的话，其实熊有出没其实算是正常。地府野古道入口的所在，路过采告示牌下，提醒游客唔通饲野生动物。林业保育署也甲阿里山乡公所保育队合作，进行生态宣导，提醒民众伫去山顶进前，要注意是毋是有乌鱼出现的记录。记得就早盐灵一个防盐喷雾，万一若是拄到盐，要保持冷静，面向着乌鱼慢慢向后退，避免伊受到刺激而攻击人。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日伫咧南平两党人数优势之下，三读通过停止台公布人员年金的修正案，或者退休公告人员的所得替代率停止逐年减少，等到2023年。民进党团就伫咧烦恼讲，2018年推动的年金改革一声破功，会造成公告年金提早破产，全民来负担的局面。那专属部是回应讲，这退休基金会提早3年到4年就用了啊。行政院讲会透过合法合宪的方式，确保这退休基金财务永续。大总统也发文来呼吁这在野党团透过合法的程序，搁再审议这份法案。条文修正通过。立法院长韩国瑜敲推宣布停减公告年金修正通过，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之下，立法院会三读通过，确定公务人员所得替代率停止逐年减少，回溯到2023年。另外，公务员退休金因应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而且当 CPI 总计成长率达到5%的时阵，应该依次调整，也是至少每4年检讨适当来调整。台湾民众党提出的修正案，不是要倒退路，我们没有回溯即往。是从今年开始，不要再砍下去了，因为已经砍过头了。遇到今天1.25兆的庞大的天价的军费，总统连来立法院报告勇气都没有。但是遇到了公教，民进党可有勇气啊？砍，踩。今明年进前警示，若反年改法案三读通过，为了维持原先卖破产的目标，政府需要扩大拨补。换算来，全体民众平均每人的负担29900块。民进党团是批评退休基金未因为停减提早破产，全民爱负担。整个反年改喊卡，造成3大不公：重退休轻现职，重公教轻劳工。而且年金破产要全民买单，蓝白的委员只为了讨好铁票的族群，就来慷全民之慨吗？全国公务人员协会前理事长李来希是发文指出，有消息讲停减年改法案可能在三读通过了后未一平，会启动大规模行政诉讼争取权益。行政机关擅自判定或是擅自怠惰职权不去行使。不去执行，那这个就有怠夫职守的问题。这个法案也是完全合宪合法的哦，它没有不执行的空间。那如果行政机关一定要这样做，那我们只有跟他对抗啊。环事部是发新闻稿讲，立法院通过提前停止了解加退所得替代率的修法，会造成政府对退休基金的调拨拨补款减少，加退所得给付支出增加。有个公告退休基金提早3年到4年用完，对修法是感觉真遗憾。记者综合报道。南北联合第2届组党国防特别条例草案和行政院版本的财违法草案，而且是搁再提出着财违法、反理解等等的这个法案。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呢，12中昼就召行政院的秘书长和51名党籍立委举行便当会讨论对策，针对无被复述或者是无被执行等宪政手段，拢有共识停行政院。
另外，针对着这国防特别条例草案1.25条的议算，民众党呢已经伫咧立法院提案，要求赖总统去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也交付立托进行调研协商。赖总统召开党籍立委辩论会，51个立委持续连续台到党中央来集合，都是因为立法院12国甲国防特别条例草案和行政院版的财违法修正案动落来。副委无希望，尤其已经3套的南北版财违法修正案，行政院长窦延泰才一摆呛下讲未执行，立院爱先做伙讨论。透过逕付2读，没有公听会，也没有委员会审查，这种程序不正义的方式。通过许多法案，这段时间以来，蓝白主导的立法院所通过的种种的法案，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安全、社会安定。总统呢，考虑会请行政院长依宪法上明文的附属权，来针对后续以及前面的各项法律案，到底如何因应。做出个准备。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讲，针对已经3套的财违法修正案，敢要动用行政院长傅斯权做武器，无傅斯也是无执行，尊重行政院最后的决议。那边已经联手否决8摆的行政院复议案，包括行政院职权刑司法、刑法修正案增订看轻国会刑责、宪诉法修正案、选罢法117年的总预算、警察人事条例，共有2摆的财违法。中华民国总统不要搞错方向，搞错重点。现在是行政院没有执行立法院3读通过的法案，这根本就已经是开民主宪政的倒车。如果真的认为5院里面有院际纠纷，当找各院院长来沟通协调。另外，关系到1.25条的国防特别条例草案，台北党团也提案要求赖总统做国情报告，搁要接受国情咨询，已经议托交予调研协商。总统有义务应立法院的要求到国会进行国情报告，接受立法委员的国情咨询。这段话正是赖清德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在总统政见发表会当中对全台湾人民所做的承诺。另外，国情报告国民党团要求顺答的模式会当个讨论。不过，立委辛伯勇表示讲，正正立法院这款刑司法的修法已经互宣告违宪，总统不是无愿意做国情报告，但必须要在合法合规的状况之下来做。记者综合报道。墨西哥国会通过法案，明年开始针对无甲墨西哥签贸易协定的亚洲国家，会扣5%到50%的关税。专家表示，讲台湾出口墨西哥的产品，主要是电子资通讯相关，是出口第10大市场。台商伫咧墨西哥也有投资真侪，恐惊影响也是袂小。全球经贸变局各有风波，墨西哥国会伫当地时间7日通过法案，宣布为2026年开始，对无甲墨西哥签贸易协定的亚洲国家，研究要扣5%至50%不等的关税，内容包含汽车、钢铁、纺织等1400多项商品。根据这个条件，咱台湾嘛也未甲墨西哥签。其实台湾对墨西哥的双贸易，目前台湾是一个顺差的状况，就是说我们近几年来对于墨西哥呢是产生了大概有300多亿的一个出口量。那出口量的部分包含着所谓的 PCB 啦、载板啦、车用模组啦、零组件，这些是一个大宗。根据经济部的数据，2024年台币贸易总值是108亿美金，台湾出口去墨西哥79亿，墨西哥对台湾出口29亿。2025年总额是242亿美金，台湾出口211亿，进口31亿，整体表现是贸易顺差。根据统计，台湾主要出口显示卡、GPU 处理器、控制器、印刷电路、面板、路由器等，尤其板卡厂互人点名，可能大型有影响。等于是台湾的离岸外包，这一波事实上是针对钢铁、塑胶等传统产业。另外一块重点是我们全球有所谓的资通讯协定。专家分析，墨西哥主要是要联合美国的关税政策，防止中国泄露生产地。台湾出口上济的商品，拢有受到 ITA 的保护，伊个影响是会使控制。经济部表示，关税措施最后施行的项目甲法案的内容，还未正式公布，会持续关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外省员专法初审通过，有报执行长来台湾表示肯定专法，不过不应该禁止贴单。这贴单就是讲，若准有顺路外省员提供一间餐厅送互无共的消费者，或者是提几落间餐厅的订单送互共一个消费者。在去年，这外省员团体就是强调讲，专法并无禁止贴单，也呼吁立法院赶紧三读通过外省员专法。 专法三读，专法三读，杜绝剥削，杜绝剥削。大声喊口号，呼吁立法院赶紧三读通过外省员专法，卖互平台北下外省员的劳权。几个外省员的团体透早去立法院外口抗议，强调 Uber 执行长访问台湾，针对专法内底塔单的情形，内底讲法甲实际上有争差，认为专法并无禁止塔单，无应该用这个理由压低因接单的价销。50块以下的订单非常多。 平台为了阻挡专法，无所不用其极的在欺骗社会大众。外送专法三读通过，保障外送这个产业。因为顺路，所以你少抽趴吗？对消费者，你对餐厅，你该收的费用都收，可是最后牺牲的是外送员。这个逻辑，我不晓得他怎么去解释这个逻辑啊。所谓塔单。 是咧讲外省员若是有顺路，会当伫一间餐厅做一届，甲几个消费者摕饭包，或者是替共一个消费者去两个无共餐厅摕饭包的订单。目前外省专法内底，每一条订单明确定义做一个领饭包的地点，甲一个送到位的地点。不过外省员的团体认为讲，若是一抓路送几个所在，袂当干那以一件订单来算，劳团嘛做伙来赞声。工会它有一定的代表权跟协商能力的时候，其实平台应该也要来跟工会谈啊。好像要让消费者觉得说，这样涨价是不好的，但是其实这样也是变相的在压迫这个外送员。针对这点 ，Uber Eats 回应讲，调业协商应该检视相关的条文，评估可能对产业运作造成的影响，兼顾外省员合理的保障，甲产业的发展，才会当建立公平落实的制度。记者综合报道。 房市零零清清，伫台北市的大安区有卖厝，可能是财务问题。本地是要起6站，煞起到第3站就停啊，甚至个互法院拍背。专家认为讲，这几年的人工和营造成本拢起来，加上用住贷款啊，准受到限制，这财务体制的较足的小建商资金就出问题。 这里是台北市的精华地段大安区，不过记者背后的这个建案只盖到3楼就不盖了，现在甚至流入法拍市场。这个有售厝本来是要起地面6层，去年11月19日完工，不过即马只敢若起到3楼，将在钢筋也阁看见现场也无人伫咧施工。这个有售厝是伫2022年卖出2户，一平差不多108到109万，迄当阵买人钱拢条条的。 保障购买预售屋的消费权益。预售屋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规范有5种履约保证机制，同时亦规范除签约款及开工款外，付款明细表应依工程进度订定，且于工程完工后，消费者才需缴款。咱看台湾金湖网家有售厝已经开始发现拍卖，底价是5亿4975万，公告平数408.18平，算起来一平计销134.7万。 会伫咧利是第一遍拍卖，不过专家认为，即马房市交易正冷清，恐惊要拍卖到第3遍才有人会投标。另外，伫新北的淡水也有售厝起到一半停落来，28层楼也未起火的建筑物，即马也互法院拍卖。另外，花莲一间老牌建设公司甲家己的国防建设也拢传出公司倒。现在不管是土建融还是无贷款，也都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管控，所以变得小型建商呢，他要去做一些融资的调度，是越来越困难。财务体制本身就比较脆弱的业者，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些断裂的情况。想要互房市交易较热，大家注意央行是不是放定第7波信用管制？不过学者认为无啥可能，可能还是维持原来的管制。好，但是呢，在处理一些房贷的部分呢，它有可能会更细致化一点。学者讲，若是央行继续第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对大建商影响无大。不过，若是中小型的建商，应该银行借钱的成数有限，就要注意债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前几天，彰化发生民众甲上百的赖达等入去粪扫车内面欠啊倒回收。新竹市也发生民众甲行动电源撇入去粪扫车，差点要爆炸咯。这环保局是强调讲，锂电池甲一般电池拢一定要回收。若准撇粪扫车有可能会爆炸，甚至造成清洁队员受伤。
正去对收粪扫烧到一半，粪扫车后斗向呛烟，驾驶赶紧停车，把车顶粪扫全部拢倒出来，泉水降温。尾仔发现是有人把行动电源当作一般粪扫，等入粪扫车差一点就发生意外。司机就赶快下来，把那车斗啊，整个弄起来，把垃圾赶快倒出来。倒出来看里面还有没有在冒烟啊？讲不到指出行动电源甲一般电池一定要确实做好回收分类。民众若是无按照规定，会互人依照废弃物清理法上班，罚1200块到6000块的罚款。罚钱是小看待，上惊是会造成爆炸，产生危险。会在垃圾的清运过程中，可能因为压缩，可能因为锂电池本身的损坏放电，会造成清洁车的火灾的一个发生。民众如果未依照规定来做好分类的话，依照废清法是有罚则的，可以裁罚到1200到6000的罚款。因为没有做好确实的分类，这个电池呢，经过我们垃圾车的压缩之后，已经发生火警，造成清洁队员人身的安全以及车辆的安全。所以我们深切希望民众能够配合这个分类的确实工作。康不过也提醒民众伫处理用刷的电池，一定要注意先确认电池的种类，而且分开放，千万袂当乌白掺做伙。尤其是锂电池会因为接触到其他金属，就会烧拍电，增加危险性。呼吁民众爱做好回收分类。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最近被网络呢买卖毒品接用一款的手法叫做私灯手，就是把这毒品带伫一个所在，互买毒品的人家己去找。高雄市刑警大队在1月底就伫咧林尾公园抓到一个姓陈的摇头，因为带毒品的所在坐甲记袂清楚落尾是出动掠毒犬，拢总找到200多支的大麻分弹。一听到教官指令，掠毒犬扣拿就随世界片。高雄市刑警大队甲保三总队合作，在1月底带掠毒犬来到仁武一大公园要找毒品，一找到位扣拿2支脚就开始绕土，连面就找到摇头藏伫咧土地毒品。规工落来，拢总找到200多支的大麻分弹。Yes, good boy. Yes, good. 高呢？今年28岁姓陈的摇头，透过网络通讯软体和接毒的人去下订单，等收到汇款了后，姓陈的摇头就选一寡较偏僻的所在，甲毒品带落去涂骹，然后甲物件定规团伙摇骹，互因家己去挖。警方表示，这是即阵正接用来买卖毒品的手路，叫做洗转手。摇头摇骹免见面，就会当买卖交过，减少去互警方查到的风险。这个摇头说，因为毒品藏伤侪大，家己也记袂清，所以才出动掠毒犬来斗3工。得知陈姓犯前在公园里面的多处埋藏毒品，本队随即申请宝山总队缉毒犬的支援，经由姓名可乐的缉毒犬的协助，我们在公园内查获多处以及挖掘到多处的大麻烟弹等毒品。找到毒品就随大声飞，警方表示，掠毒犬会当闻到涂骹底3公尺深的气味，嫌犯甲毒品藏伫咧20公分深的土地，对因来讲是小可代志。现在姓陈的嫌犯已经羁押禁见，认为买卖是2级毒品大麻，比例相当，会当判无期徒刑，甲1500万以下罚金。记者柯家如邱朝阳高雄场报道。云林警方接到报案，讲有民众因为投资诈骗了上千万，警方掠到车手了后，继续追查，也掠到12个嫌犯，其中有9个人获法院裁定羁押，也查扣这总金额呢有265万，也佫有犯案的5台轿车。因为诈骗集团的内部人员无一定拢是互相熟悉，因竟然是用100块纸票顶头的号码来正做暗号。警方伫咧旅馆内面掠到主嫌犯姓赵的同一犯，因为伊长期拢住伫咧旅馆，用假投资的方式进行诈骗。敢若今年10个、11个、2个月，诈骗金额就超过1000万，派车手去提钱，也佫用纸钱顶头的号码做暗号。他们1、2线的那个面叫车手的部分，因为跟收水手不熟，所以他们会用一张100元钞票，然后先拍照，以钞票的编号当通关密语。确认身份之后，再交那个诈骗的
所得的部分。警方讲，这个诈骗集团正典型，经过警方积极自北中南港部进行查缉行动，成功抓到集团幕后的控制组嫌犯，总共抓到12个嫌犯，其中9个人获发现裁定羁押，查扣不法所得265万，5台作案的车。这波打诈专案总共破获47团283人，具体逮捕178人，扣得多断其经脉，查扣涉案车辆31辆，诈欺不法所得现金2340万余元。4月份成立了云林打诈队哈，那我们不断的到20乡镇去做所有的这个试诈防诈的这个宣导哈，让我们所有乡亲了解现在诈骗的手法。警方讲，云林县114年高之嘛，查到诈骗集团166团，逮捕970个人，比去年增加89团，506人。面对着愈来愈严重的诈欺犯罪，会继续追查，也希望民众要注意，这嘛诈骗的手法愈来愈多种，拄到可疑的信息，要加问人，唔通互人骗去。记者综合报道。台16线这南投水里信义路段因为这山壁正夹，又个破碎建摆风台落大雨地崩山，当地争取车路改善要10年啊！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拜示会同交通部长陈世凯去到南投会勘，这部长是答应讲会开25亿分段改善，透过磅空桥梁高架顶工程呢，闪开到崩山的路段，按算2027年动工。波摊方的那个路线，就是我们现在要报告的台16线。台16线是南投县水里通向信义双龙部落的重要道路，不过山壁无稳，路线弯弯弯弯，造成雨水期时定定会崩山，无法度通行。立委要求交通部公路局、地方政府前往会勘。钱不够但是我们就慢慢挪，想办法把这条大家需要的道路把它做起来以上跟委员们报告也跟乡亲们报告。25亿的这个就是拓宽建设纳入了省道改善计划，还要实际上还在1.5亿又带这个礼物，还边坡改善完之后，后面就规划要来动工。台16线的拓宽讨论几多年，一直卡伫预算甲工程基定无明确。即马交通部毋若承诺会开25亿分段改善，也同意投入1.5亿加强山壁保护。交通部长陈世凯强调，台16线拓宽拍算对2017年6月动工，分作3阶段施工，也建议提供替代道路，避免工程期间影响居民通行。我们台16线19K 到25K、6K 里面的3K 比较破碎以及比较道路需要改善的地方。南投县政府表示，台16线19公里到25公里，几若位路基老化、高压损害，国道会互大型车正歹小闪车。即届伫立委的协调下，交通部也答应，按算来明年雨水期进前，就会先完成山壁改善的工程，降低落石甲崩起的风险。记者辛平宜南投报道。屏东九如有一个少年人带家己饲的蛇出门去买物件，伫咧半路呢，雄雄互这蛇颠条颔棍，人着无细里跋跋倒来着伤，有民众赶紧报警察，甲人送去病院。也若消防人员赶到位时阵，也随甲即尾大山拖掠起来。救护车赶到现场，有民众通报，一名查甫人互蛇颠伫颔棍仔，因为喘无气，跋倒去弄着头。代志发生伫12日下晡4点外，屏东九如乡的东宁路，连消防人员嘛出动到现场斗掠蛇。厝边仔表示，这名少年仔定定带蛇出来散步，想袂到煞发生意外。他从这样往后退，撞到那个后脑，好大力哦！而且那个蛇一直勒在他的脖子上，还有隔壁的那个鸡蛋糕。他去把他的那个蛇的尾巴把它拉开，嘿啊，因为他倒下去的时候，真的满脸都是红色。画面看到，迄当时这名姓林的查甫人，甲一尾猛蛇摸伫颔棍仔，要到附近买物件，结果蛇一时失去控制，发生意外。好佳在伊人受伤无介严重，下暗着返去厝休困。伊的亲戚拢无赞成甲蛇饲伫厝内，但是林先生本身就足爱蛇，有饲4、5只。即摆发生遮尔危险的状况，伊出面甲救伊的消防人员点头说多谢，嘛向社会大众回失礼。不应该不对的时间把他带去不对的场所，是我这个事主没有做到负责任的。我想这应该是最坏的示范。
所谓的认知的生理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精致，所以它可能没有办法像猫狗在会认识的饲主一样。专家讲，足侪人会饲这种大尾鸟做宠物，但是饲大只会生到4-5公尺这么长。需要有空间，而且抓认主人的行为无这么好，所以提醒民众饲蛇嘛是爱足小心。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台中的航空科技大学举办这总破赛和 AI 比赛主角，这 AI 会当专自动精准调配食材，也个调配做2500项的标准化料理。不过学者是认为讲总破赛会当传达食不背后的文化意涵，有本土的服务，所以 AI 目前也是无多取代人工的。摕到中餐以及刀子正照的同学鼎啦，甲真熟手。不过另外一边 ，AI 智能刀子嘛伫机器内底料理。主角彭讲 ，AI 这波应拍入餐饮业，航空科技大学举办真人甲 AI 刀子比赛客家炒肉，蒙测结果7比0 ，AI 险胜。食材吃起来口感，我觉得豆干是很好吃的，很嫩的。AI 的话是辣度比较重，但咸味比较少一点。 所以我是偏向比较重口味啦，所以我是投人工的。台湾理属餐饮业长期欠工，根据劳动部截至2015顶半年上新的欠工统计，饭店甲餐饮业以4.4%一欠率连连冠军。政府表示，上近为2026开始有条件开放外籍技术人力的引进，协助房务、清洁、柜台甲餐饮等工课。贸易业者期待科技弥补人力的不足。AI 智能刀子会当全自动调配食材甲酒料，会当做2500项标准 的料理，可能我今天要放1匙的盐巴，那可能会变成是1平匙，或者是半匙，或者是满匙，因为每个师傅炒菜手法会不一样。但是 AI 自动化的机械呢，炒出来的口味，它所投放的酱料是完全可以做到非常精准的。餐饮业的时候，比较这种所谓的比较具有温度的这种服务的时候，是机器是没办法替代的，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复杂的料理手法上的话，可能暂时目前机器可能还没办法替代到这个区域。不过学者认为 AI 可能会当解决部分餐饮人力的问题，不过无法度传达饮食背后的文化意义，参数背后的配方也是为人类的创意来的，机器无法度根据现场临时调整，真人刀子的价值现阶段也未去互取代。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当礼拜，和委内瑞拉隔一面海波多黎各呢，美军当咧加强军力。美国总统出面讲，真紧就会对委内瑞拉的陆上运动进行行动。那美国拜三伫咧委内瑞拉的近海扣押一只油轮了后，中国再发出制裁令，是要制裁因的第一夫人和伊的3个孙仔，也有6只委内瑞拉的原油油轮。几落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鱼鹰直升机加海华护卫队直升机，10日一直出入波多黎各南部庞塞一个机场。这个所在甲委内瑞拉只敢若继续加入比海，美军愈来愈多，也代表美国甲委内瑞拉的关系。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想要甲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游落台。川普10日也甲记者讲，美国伫咧加入比海炸导船行动，正紧就会延伸到陆地。If you look at the drug traffic by sea is down 92%. And nobody can figure out who the 8% is because I have no idea. Anybody getting involved in that right now is not doing well. And we'll start that on land too. It's going to be starting on land pretty soon. 美国动作这么多，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谴责美军吹襲伫咧海上扣下委内瑞拉油轮的行动。伊批评美军甚至唔是伫咧委内瑞拉外海，而是伫即要进入大西洋时阵绑架油轮。Absolutamente criminal e ilegal cuando procedieron a un asalto militar, secuestro y robo como piratas del Caribe a una nave mercantil, comercial, civil, privada, una nave de paz. 对此，北京的发言人李威特公开证实，讲这是美国司法部批准授权的行动。要拿船顶的原油，美国会用正式的法律程序扣下。这么本来要出港的至少600万桶委内瑞拉原油拢划停。
And we're not going to stand by and watch sanctioned vessels sail the seas with black market oil, the proceeds of which will fuel narco-terrorism of rogue and illegitimate regimes around the world. 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制裁範圍一直擴大。10月，美國財政部宣布，甲委內瑞拉第一夫人弗洛雷斯甲伊3個孫仔，總共4個人列入制裁名單。另外，美國也會制裁6台佇最近北運送委內瑞拉原油的油輪。路透社報道，因出貨的國家也包括中國。公司新聞王如梅編輯。咱做伙來看明仔載天氣。吉隆台北桃園新竹對16度到21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對16度到25度。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對16度到28度。宜蘭花蓮台東對18度到26度。平陽金門馬祖對14度到22度。一個未來3港氣象。新闻最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AM新聞，我是嘉豪，明仔暗時7點，咱再相會。